新竹县新埔西河塘呢，是因为去年12月27日地动这厝体部分有崩起，文化局伫会勘了后是希望会当赶紧来修复。直接脱落，就掉下来。好在那天晚上没有人在这里。看到土骹满满拢是祖厝的厝遐，后在子孙生活来实在真唔甘。新竹县历史建筑新埔西河塘，因为保留客家族群传统建筑，有98年的历史，想要到修复计划还未开始，就去年底规模7个地动，又甲海厝顶崩塌去。我们之前那个文化局还没有维修之前啊，是会漏水的。啊，我们把它这个先这个遮雨棚了，类似遮雨棚了。我们防止它漏水，继续会，如果说一直漏水的话，这里可能就会倒塌。屋檐这个当天晚上啊，那个地震晚上就要垮下来了。地方文书工作者指出，新埔西河塘伫当地是真出名的建筑物，除了是代表传统客家风格建筑以外，内部壁刀顶还有真侪彩绘壁画，希望官府爱赶紧进行修复。很久以前就在屋顶上面搭了铁皮屋，来保护做第一步的保护。可是到现在还没进行修复，所以我希望能够尽快动工，因为不然的话，这个会越损坏越严重，以后修复可能是很难的。我们其实已经有启动的一个紧急的一个处置的方式哦，那也非常感谢文资局已经也核定我们的补助哦，有总经费是5000万元，那我们也会后续来包括这个整个招标的机制的部分的话，我们会尽快来启动。文化局指出，为了安全，目前除了先暂时伫建筑附近抽线，提醒民众莫挖近以外，所内外赶紧发动修复计划，和新埔西河塘恢复原地风采。记者杜君豪，新竹报道。